其实有收到很多记者，还有很多社会大众的疑问啊，就是我想以我的角色来看这件案子，毕竟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案件，所以我们不知道审判的过程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侦查证据结果等等这些过程，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不适合对个案做出判决。但是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要关心这个被害人家属是不是已经得到足够的协助以及支持，陪他们度过这一段难熬的日子。那这是始终是我们一直努力去希望能够可以做到的。那同时，也就是说，针对今天法务部有提出说，这个针对这样子无罪的判决结果，已经启动社会安全网，能够来做到这个避免再犯，来保护这个社会大众的安全。我想不管对这个被害人家庭来说，又或者是说对社会大众来说，其实大家无论判决结果如何，我们大家都不能接受再有这样的事情，让这件事情再次的发生。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高度的共识。所以我们也想请教说，相关的部会是不是有足够支持这样子的结果？比如说，我们想请教司法院在做出判决结果之前，是不是有针对被告的身心状况已经做过足够的调查？是否有询问过相关学者专家们的意见？以及说被害人家属的声音是不是有能够清楚被呈现出来？那同时，像法务部是不是应该针对这样子的作为，有积极的防范避免再犯的可能性的相关的作为，能够来提出来？那同时，像假设说希望能够假设他能够交保出来之后，我们的社会安全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比如说卫福部是不是也有这样子足够的能量来做支持？我们有没有能够协助这样的精神患者？不再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再次的发生。那同时，因为法务部也有提到说，社会安全网已经启动了，我们能够一起来努力。所以我同时也想请教负责社会安全网的主责的这个林万一政委，是不是能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对于这样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之后，假设他交保出来，我们的社会安全网会做哪些协助、哪些措施来让这件事情不会再次的发生？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审慎检视这次的结果，这也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大家的担心，我们真的认为说不应该再次让它发生。那同时，我觉得在司法判定他无罪的时候，其实这表示国家更应该要担起这个精神卫生的责任。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事情能够避免再次发生，或是避免不要再发生，这绝对是国家的责任。我们应该趁这个机会，如果是司法判决了他认为他是无罪的，那国家真的应该要来重视这件事情，然后审慎来思考我们现在的精神卫生的各项作为是不是足以足够让这样子的人再回归到社会上来。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受到的创伤，希望能够问的问题。再加上说今天被判决无罪之后，其实我觉得对不管是被害人家属或是整个社会大众，其实都是一个很强大的刺激，或是很难以也很担心害怕说他是不是会有再犯的可能性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应该是在这个判决结果出来之前，大家都应该要审视来评估，尤其是国家政府的相关部门更应该来积极来处理和协助的。委员因为类似的案件一再发生，您当下看到的时候心情？其实我觉得每一次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不只是被害人家属，我觉得整个社会其实都受到了创伤。那其实大家也都会处在这个担心、害怕以及觉得恐惧的情况下。那你觉得这个判决会影响太阳决定要再上诉？我觉得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大家最担心的是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再发生，或者是说他交保出来之后，假设他回归到社会，这件事情是不是会再次这个犯罪人是不是会再犯？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最在乎的事情，也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同步来检视说这个判决结果对应到这些东西是不是有足够被大家已经很审慎的评估，也能够有评估过社会是不是能够支撑得起这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怎么样确保憾事的发生，确保避免憾事的发生，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也觉得这就是大家为什么在担心害怕的同时，可能会对判决有所疑虑，或是有所担心和害怕。那其实我们看到社会安全网，就我们对社会安全网的了解，其实恐怕不是能够接住他如果在回归社会，恐怕不是能够再避免他再犯的情况。但是毕竟我们也不是主责的政委，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能不能借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检视，然后一起来跟社会大众说明，请这个林万一政委来跟社会大众说明。因为法务部也有讲到说，社会安全网其实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那我们也很好奇，也很希望他能够借这个机会，让大家更明白我们社会安全网现在做到哪里，我们现在做法是什么，这些都应该去审慎。那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安全网的这个版本做不到，那今年结束之后即将推进的2.0，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来检视这些没有办法做到的情况，能不能在2.0更被完善的处理？